送照是束缚还是礼貌？有人说送照给女性的是一种束缚，但大部分的女人不会觉得送照是被压迫，反而觉得为女方提供保护，增加安全感。他们认为女人穿送照是自然不过的事，是一种礼貌，不穿反而被认为太过开放。这种普遍的想法是经过广泛无形的社会教育渗透而成的。社会学称之为 socialization， 社会教化。我们很难去断定送照是束缚还是保护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当女性对内衣越来越讲求舒适度，内衣广告越来越强调女性自主的形象时候，真正反映出女人在不想放弃送照束缚的同时，寻求更大的自我空间。这种折中主义在父权社会主导下，我们可以说是女性对自我生活渴求的一种条件反射。